针对南山公墓确定专区无列入文化景观以后，宜兰林美院上午的市政总咨询，嘛邀请在地相关的里长到现场来帮听，并且肯定民政局将分区来开发，希望会用来带动地方的发展。我们市长已经编列4000多万，将好好的去规划它迁葬，包括迁葬完以后，我们将规划为停车场或者我们的公园等公共设施。我想，就叫一这蓝图就是合乎赖清德时代那时候的蓝图。地方的这个发展的部分啊，吼，咱嘛是爱一个配合啊，因为咱爱保存的墓的部分，我嘛是强调一点讲，要甲徛牌，还是要甲做庙拢嘛紧，你要保留起来，啊，其他的所在爱互地方去来使用。朝向这个方向。看那个蓝图，我们还是会继续去执行。一定的。接续议员话锋一转，表示好不容易南区的闲乐设施殡仪馆可能会刷到殡葬专区，不过刷走一个，却搁来一个。议员表示，这运的红线甲电缆线拢无经过南区，不过主变电站却要设伫个南区，相当的无合理。对此，市长嘛承诺。会以捷运的路线为主，捷运用电站那边，电线要拉到别的地方设变电站，我也想不通，那所以说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变电站再迁移到捷运的路线旁边，而不是拉得很远到这边，这样可以吧？市长，变电站绝对不可以在我们国民路，因为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所以今天市长公开已经承诺了，保证了，咱大家来起调来，感谢一个来。另外，伫个迪克水岸的风貌，虽然市府近年来积极打造哈赫纳尔森林的秘境，但议员认为欠缺南岸甲北岸的步道连接，就算一开始拍出名声吸引游客，但这些游客可能来一届就感觉真无方便。希望市府会用来改善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